知影为什么时阵开始，烘肉成为中秋节的全民运动。有一寡人若是这个时间无烘到，阁会感觉无像咧过节。但目前大家拢咧防疫，会尽量避免群聚。有袂少人规气今年就无要烘啊。台南安平的云象泰式餐厅就特别针对想要烘肉小家庭，推出泰式风味的烘肉组合，让民众伫厝内就会当安心烘肉。现在疫情的关系啊，那政府也是希望说我们不要群聚，那所以我们就推出就是小的组合，那适合就是小家庭3、5好友，大家可以在家里就是达到就是相聚欢乐的效果这样子。烘肉组包含猪肚特制猪肋排、泰式沙爹鸡肉、泰式香茅鸡腿、泰式烘猪肉、凉拌皮蛋沙拉等，而且还有附带5种泰国猪肚特制酱料。让民众伫厝内就让吃到上正统的泰国口味。我们今年啊，其实推出比较特别的，都是以酱汁为主，像凉拌的酱汁啊、柠檬鱼的酱汁，那它适合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可以做变化。那主要其中还有一些就是像主厨这个香茅鸡腿，然后沙爹鸡，然后这个烤梅花猪这样。今天要做那个皮蛋沙拉，然后先放那个姜。然后是洋葱、红萝卜、香菜，然后最后的是葱花，然后是很简单的，然后是拿那个凉拌酱倒进去，然后拌一拌，然后再放那个皮蛋。好，在家里可以做的，很简单的。业者表示，云酱烘肉组合包需要前1天预定，餐厅才会开始制作。安尼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上新鲜的泰式 BBQ。真欢迎想要烘肉的小家庭，打电话到餐厅预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